撞車，撞車，哇！好，你喺度等先。今場賽事係由 Vincy 對呢個波珠再對阿溝。首先係 Vincy 領先咗，但係 Vincy 咧跑咗出跑道喎，跟住阿溝咧支持咁跑咗出去啦。然之後 Vincy 追咗後上，但係咧波珠咧就捉住阿 Vincy 喎，叫阿 Vincy 賽車喎，翻行啦，快啲啊！我賽車行啦，喂呢邊啊！喂，走錯方向啊！走錯咗，呢邊，出去，嚟啦！好啦，再翻去起點，你哋三個，喂右走，哇，拖住行添喎，好啦，嗱，準備全部起晒起點，喂未得，嗱準備1、2、3，追啊！跑咗車啊！哇！失控啊！走啊！哎呀，傷及無辜啊！暫停先。撞車啦，真係撞車啦！